好来，马文出世入窝，厝内已经挂10条。来川甲志勤就现发因带两个。哦，直播无啥着，我拄则你停地，我惊。哦，其实我拄则嘛，甲手机啊，迄个麦克禁起来，啊，结果我一禁起来，我一禁起来，马上就声，马上等你读就变做细声。我想，哪安尼？好，所以我甲开起来。哦，哇，刚才有开啊，我有时甲你讲话拢无了，着家己拢毋知吼。来，先后一页吼，过年就是1898年哦，伊拢有交代时间吼，1898年2月15日吼，所以其实已经进入日本时代啊吼。教会看志勤大川夫妇的热心，就接纳伊领洗礼入教吼，所以入基督教是有一个。那敢若乌社会啦吼，讲歹听啊，那敢乌社会，你要入教吼，首先爱通过即个，当即嘛，迄种，咩咯，爱经过即个考核哦，是叫做考核，爱因认为讲你有迄个资格才会使吼。而且伊有一个仪式啦，吼，一个随礼吼，啊，所以，你看，伊这叫做领随礼吼，就是台语教会讲法是领随礼吼，华语是讲受洗嘛吼，受洗吼，是徛伫人的角度看吼，啊，领随礼是我对你领受吼。OK， 对上帝遐领受啊，对教会领受安尼吼。好，过年就是1898年2月15日，教会看志勤大川夫妇的热心，就接纳伊
名西礼入教。我看应该拢免过说对一字啦吼。爸比，你若有啥物字看无袂晓的，再甲我讲一下吼。啊，若无咱就来甲读一下吼。来，马文。过年就是1898年2月15日，教会看志勤大川夫妇的热心，就接纳因领洗礼入教。来，玉文。过年就是1898年2月15日教会看志勤大川夫妇的热心，就接纳伊领洗礼入教。是，迄个啥即只过年吼，毋是要过即个旧历年、新历年个过年吼，是过长年啦。我拄则无过说的，啊嘛免啥物现字典，这较早咱应该捌读过吼。啊，另外是我拄则发现我袂记得打迄山顶文本，甲即个迄个吼，感谢马文甲芭比甲斗打吼。后来芭比伦理。过年就是1898年2月15日，2月15日，乖，2月15日。嘿，2月变成爱加落来，日来。迄个拢是，2月伊是后壁15日嘛吼，所以伊的月就变到第8条。当然，敢若2月的时阵就爱2月，2月15日。2月甲日拢是第8条啊。2月15日，安尼，会使。是。教会看志勤大川夫妇的热心，就接纳伊领洗礼入教。热心啊吼。好，来后一段，到伫12月16吼，金星3岁，所以金星是189，你若算95年出世吼，日本时代迄当中出世吼，迄时人伫做卖艺吼，就是12月啊嘛吼，做无艺啦，我讲做无艺。初二头艺，16是卖艺吼。所以即个卖艺毋是讲伊是伫年尾，是因为是一年2个月，初二是头艺，月底是叫做卖艺安尼。OK， 好。迄个伫厝后有插来偷看神阿是啥物人啊？神阿的牛吼，因伫食买个酒，煞毋知，大家伫会吼，大家伫会，等下来过说啦吼。真心拄要困吼，志勤甲讲。你着祈祷咧，你着祈祷下，3岁的真心应讲好吼。来，这段过来吼，看一字讲啊。到伫12月16吼，到什么时阵到什么吼？伫就是迄个一个算概述哟，还是时间复数？我毋知这边哪讲吼。会使是时间，嘛会使是伊是概述无毋对，会使接时间，嘛会使接所在啊。伊是概述。伫什么所在，还是伫什么时间吼 ？at in 啦吼，即种那敢若英语的即种 at 吼 in 吼。所以到伫12月，那英语是日期是 on 啦吼。
就是到伫12月16吼，12月月着我读加掉啦吼，12月16吼。你若要过一个，若无后壁16就是12月吼，啊，但是只是12月16都加落来吼。人生3岁吼，3岁囡仔大啦吼，迄当阮3岁吼，3岁。迄时人伫做卖艺吼，就迄当阵就迄天啦吼，12月16迄天吼，迄时人伫做卖艺吼，人伫做卖艺，卖艺用做诶啦吼，用做卖艺，就是应该就是传一下小较青草啊拜啥物我毋知吼，因为我毋知买个是拜啥吼，拜了啊就即都是台湾人习惯嘛吼，就是新妇或者是祖公祖妈食青草了后，拜青草了后，就是着人食吼。啊，所以就是即当阵一般公司啦吼，都拢会传即拜嘛，啊拜了就请新郎嘛吼，啊一年最后一摆吼，应该是着搁较澎湃啊，所以一般就是年尾即天每个会请新郎来斗阵来吃饭安尼吼。好，这就是台湾每个由来吼。初二头个16尾个吼，这拄则讲过吼。迄暝远吼，迄暝远来查者吼，为什么是暝远？暝第暝第5条，第1条吼。将庆应该是暝远啦吼。毋是将庆啦，全庆是暝远啦吼。啊，伊无深入解说啦，我去看讲即个远字啦吼。啊，伊讲是暗时嘛，迄暝远吼。啊，为什么毋是迄暝？为什么加一个远字？迄暝伫厝后有贼来偷看牛啦吼？为什么迄暝远毋是迄暝远？毋是迄暝吼？为什么加一个远字？我看监理店讲有收即个远字，无？毋是无，拍毋着。日头落山了后，到日头出来这段时间拢是暝嘛，对无？几日几暝嘛？是。日就是日头出来到日头落山叫做日，啊日头落山做暝嘛。啊暝远就是迄个黄昏时，迄个瞬间，就是讲，黄昏当时日头要落山之前，啊日头打落山，或者是打沉落海，头看你里对。准光已经过落去地平线，迄个时阵天嘛还未完全暗落来，啊，所以伊即个暝远可能是有可能，甚至还未到什物初更吧，因为暗时敢若咪暗时7点开始算初更，啊2点钟一更嘛，3、4更可能一更，所以。日头一落山，沉落海，一直到，因为虽讲古早时代中国人讲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吼，就是日头出来就要开始做事啦，啊日头落山沉落去就爱开始休困嘛，啊毋过你袂无甲一个人慢慢讲无，就讲大部分人袂讲日头一沉落就是去休困嘛，伊总是爱甲一工做一个完结嘛，所以迄个完结了后才开始要去休困，所以迄个暝远可能就是。日头顶落去啊！啊，准备要收尾，要收煞，拍算今仔日即天的活动要收束，要结束的迄个时间，所以可能是算毋是规暝就对啊。因为你若讲迄暝，一句话是啥？顾察一更，吼，伊轮更嘛，做察一更，顾察一暝。
你贼仔毋来当时要来，而且伊做可能头家、二家、三家，毋爱倒一家，一个瞬间就做煞，所以做出一家。要毋过你顾贼，你毋知贼仔当时要来，食饱暗了开始顺手地，你就开始出啊，顾到日仔出来才算煞。所以做出一家，顾出一暝是安尼。所以你若讲暝会变成敢若较长的时间，要毋过暝远可能就是我讲的，可能是初家进前食饭饱迄个时间点，叫做暝远。我的理解是安尼。以上。OK， 感谢马文吼。语感上就是安尼啦吼，就是暝是指规自黄昏一直到第二天透早，这是暝。啊，一般是干那迄个黄昏时尔吼。所以我特别查即个哩，但是我拄则看吼，监理店嘛无特别标即个什么意思吼？伊敢若写讲早昏、下昏吼，二九下昏吼，啊，但是完全无解释即个哩本身是什么意思吼。啊，所以我即嘛是咧看汉典啦吼，就是查即个比如说空虚字典啦，吼，国语词典啦，吼，国语词典应该毋是讲即个 Mandarin， 毋是讲华语，毋是即个国语，就是迄个一本古早历史啊，吼，叫做国语，吼。遮都有吼，伊都，但是基本规则伊是无写讲对倒位来啦，吼，出处是啥伊无写，敢若写讲。昏吼，就是昏里吼，就是天拄乌的时阵吼，所以叫做黄昏啦吼。就是迄当中黄尔吼，无规个乌，真正暗去啊，乌去啊，都袂叫做昏啊，就对啦吼。意思是安尼吼。我来看一下国语词典吼，国语词典是吼，比如伊即个国语词典是毋是本身即个国语是伊去收，比如讲早段吼，早段就安尼规则是讲。傍晚吼，日暮的时阵吼，叫做昏吼啊，或者是昏光线不明，叫做昏。过来是国语词典，过来看空虚字典吼。空虚字典头前是切音，后壁姓名吼，姓名讲伊嘛有写我看。日入后2刻半为昏啦吼，日入后2刻半，2刻半什么意思？1刻15分钟，2刻半半点钟嘛，2刻半就是45分嘛。到日头顶落去了后45分吼，这段时间叫做昏吼。安尼足清楚啊嘛吼，姓名昏是孙明吼，来后壁周礼吼，周礼讲。日入3刻为昏，3刻我对他讲45分嘛吼，不仅3刻为明吼，我不仅3刻为明是什么意思？这我都看无吼，日入3刻为昏嘛吼，不仅3刻为明。好啦，我看无，咱来请。ChatGPT 或者是 AI 甲咱解释一下。过伫对走对遮。Gemini 看伫遮 Gemini 较紧。请伊解释即句话吼。日入3刻为昏，卡比不仅3刻为明是什么意思？AI 吼，大本书拢看过吼，什么周礼、秋官吼，这绝对这本伊嘛读过吼。来，详细解释讲，伫古代，是哪将一昼夜分做8刻
一刻约了现在14.4分唔是15分好，即句话意思是安尼。日入3刻为远是当日头入落山日咱遮无日落山啦咱台湾遮无日落山，除了大互我咧大约经过3刻钟的时间，天空会由渐柔的有光完全转入去乌暗。这段对日落到转乌的时间被称为远。不尽3刻为明，这只不尽是指日头升起、日出了后啦会倒算的时段，就是要日出进前的3刻钟，日出进前的40分钟，这段时间叫做明所以叫做黎明就是安尼来好 ，OK， 安尼就清楚啊咱转来小说家我为什么即马有一寡字明明自小学、小学中学、大学有诶甚至你自你学会晓，你从来毋捌去掀过字典词典诶。为什么会安尼讲？为什么用即字你根本完全毋知，你就是自头到尾用到即马，用到这煞手，你也袂去想着但是绝对有原因啦，就是讲，因为这汉字本来就是拢安尼汉字啦有诶甚至有伊诶即个去照诶嘛，照字啦迄拢是会当找到原因啦。你主要是你对即个古早即个词典字典应该找得到。当然现代翻译的就较无啦好，咱继续所以迄暝就是迄个下日头拄则落山，天哥小可溜啊光安尼尔迄暝伫厝后有插来偷看新仔的牛天还未暗呢，就来啊古早版的伫厝后地点是伫伫厝后，啥物人有插来偷看？我著看无是你讲啥神神啊的牛，加一个啊是亲切亲只是伊为什么啊是用第7条，我无确定。听我教授伊来转写做汉字的时阵是用啊来表示啦，就是神啊一个人的名就对了。另外 S 是大写，应该伊早无出现过嘛这个名。无，应该头盖出现的，所以毋知这啥物啦不管反正某咪人的牛来咧偷看牛，因得食买个酒即当中拄则讲是买个嘛，当你食买个酒，煞毋知大家食买个足闹热的嘛无注意到讲后壁已经人来咧要偷看牛啊，煞毋知即个煞哩咱进前。我记得咱之前有开出的时间，甲即个研究过煞哩这只是我讲两种意思嘛一种是转接语啦就是 A 然后 B 另外是一个煞接语，就是 A 煞接来发生 B 安尼其实迄两个意思是相通的啦所以连字的。你会感觉连字就相通SOH 甲 SOA 因为阮的发音即第3条4条分袂出来，所以对我来讲一直拢是我永远分袂出来就算进前读过，我即嘛有时会看袂讲这到底是汉字要写做连煞迄个煞哩，还是要另外一个OK， 伊就是拄啊应该顶解的款吧，是你讲的字語，我也是讲的字語，迄陣就是讲，迄句是讲，規個園就煞了一層的大樹嘛，迄陣就是煞了，就是結束 finished， 還是 complete 嘛，煞了所以伊是 SOH， 第即搭只是 SOA 第3條嘛，我就講對我來講頭前迄個煞了是動詞做完
啊，伫即搭遮啊，对我来讲就是讲，因头前咧食酒，食买个酒嘛，啊，毋过有贼仔已经咧边仔长等啦，吼，虎视眈眈嘛，啊，煞毋知。嘿，啊，当然用 SOA 第三条目前啊 ，SOA 第三条即个字，若用教育部还是用汉字来理解，就是讲接线迄个线，是，就是 A 发生，线来发生 B。啊，伫即搭遮，敢若嘛袂使讲毋是，头前就是有贼咧长等，爱咧食酒，啊，咧食酒的人食酒，长等的人长等，啊，结果食酒的人毋知影。长等的人伫边仔长等，所以煞毋知，嘛是讲会通。啊，只是到目前的理解，只是目前大部分的人，还是大部分的阮，我无确定要安怎分，就是讲会甲即个线用 SOH 即个来代替，而且是甚至用汉字来代替。啊，对。清华教授来讲，伊就保留伊只是 SOA 第三条，伊伫汉语人谈写的时阵，伊就保留伊的罗马字，伊就无去改去汉字安尼，伊就敢若阿宽遐进行咧查的，伫白话字 SOA 即个第三条内底，变成敢若有两种意思，就是接线嘛，啊无就是语气转换，或者是做啥动作。而且是真紧的转换呢，目前看若是照过去的这文献所留落来的记录，就依持伫遐，啊后壁可能后壁就去讲吧。以上。OK， 伫遮吼，你若我家己来写，我会写 SOAH， 吼，我袂用接线，就是我会用即个转接吼。语气转接吼，啊，大家咧食酒啊，即嘛，所以后壁这煞毋知影这转接即个毋知即个事吼。啊，但是这参考啦吼，我就讲我家己着附加一定分毋对伊吼。好，大家伫会吼。你讲毋对吼，我有两句你罔参考吼，一个就是讲，饭食煞，不。食饱饭食饱好，食饱饭食饱拢不管，饭食饱，原理就是你食完啊嘛吼，碗煞洗洗咧，吼碗煞洗洗咧，啊一个是煞毋知，就是迄个煞毋知有可能讲，啥物代志？敢若通常煞毋知是，敢若起一个头。想要去买物件，煞毋知无开，或者是想要去买物件，煞毋知袂记你早钱，吼，这是煞毋知。啊，佫是煞袂晓，煞袂晓，有当是讲遮尔简单就煞袂晓，啊，所以后壁即个煞应该是 SOAH。啊，头前迄个食完碗煞洗洗咧，啊，当然碗煞洗洗咧应该是会是用 SOH 个啦，比如你饭食完啊嘛，啊甲食完啊，你无要随食饭，理论上，事做甲洗起来应该 OK 啊，所以碗煞洗洗咧，啊随讲迄个碗煞洗洗迄个线，敢若有当阵会调准讲是煞毋知迄个线，还是煞袂晓迄个线，啊毋过我的理解是碗煞洗洗的是你。饭食完啊，啊，你顺刷一个手，碗刷去洗洗咧安尼，所以可能即两个方向，凡是会使讲参考吧。歹势，我先刷去摕一寡水吼。感谢马文吼，就是讲，你若要较清，要莫讲去两个男做伙，结果无法度分辨吼，就是 SOH 连线吼，啊，你着安尼想 ，SOH 是。是转接语啦吼，就是意思转变安尼吼，安尼去理解可能较袂毋对啦吼。好，继续吼，大家伫会吼，大家咧食酒，毋知影后壁有人要来偷空牛吼，大家伫会，大家咧会，即个什么意思？会。
咱直接看词典的会哈 ，HOE 第7条。会，第二点修4个字哈。第一就是汇兑，汇兑啦哈，汇兑汇款哈，当然毋是即字哈。第二个字是会合，社会迄个会哈，伊写会合面会理解。所以遮无修即字。另外2字就免讲，一个门会迄个会啦哈，毛蟹哈。好，来我查另外一个音看修，另外一个是黑第7条哈。黑呢嘛是4字哈。第一字是字线系统哦，第二个是春夏秋冬吼，这拢毋是吼。第三字是顶下迄个下吼，读下吼，上下啦吼，顶下吼。这个下呢有坑，有湿落机弯吼，暴露就是暴露啦吼，贿赂啦吼。第5是哈，这拢毋是嘛吼。过来是社会这个会咧读下吼，互助会说明理由、计算等等，互相接纳，表示实个互相谈论啊。这条吼，就是这个互相谈论，就是下吼。这是全腔的下啦，啊，将腔就读做会，所以伊修将腔啦吼，将音。大家咧会，意思是大家咧互相讨论吼。伊的例句嘛是叫做大家咧下吼，就是大家伫遐咧开讲啦吼。所以当讲啊，大家咧会，大家咧下的时阵，就是大家伫遐咧开讲吼，或者是因伫遐咧谈论议论啥物代志。有时啊会毋若是开讲，有时啊会是有就某一个主题咧讲代志的即个意思吼。所以啊，因一直咧学即代志，吼，我拍者阮的腔口去学啦，吼，讲啊，因踮咧直学，就是即个即讲腔啊 ，HER， 吼，啊，因这，比如讲啊，某咪人有啥物出啥物代志，吼，大家咧学即代志，吼，所以有时是有对象的，有讲论的对象的，吼，对象无一定是人哦，有时是迄个主题，吼，所以即个合理，即个下理，即个会理，就是安尼用，吼。好，啊，伫即遮咧，当然伊无讲啥物主题啦吼，大概无可能伫遮是咧学讲即个要来偷看牛即代志啊，应该是就是敢若伫遐咧开讲尔吼，大家咧买个食买个酒咧开讲吼，大家伫遐咧喝，真心拄要困吼，啊，即当阵真心就要困啊吼，大家咧食买个酒的时阵，真心要困啊，真心3号啦吼，要困吼。我差不多伫咧读小学，我可能读4年进前吼，嘛是逐工差不多暗时啊8点可能就困啊，足早困。为什么我会想到这代志呢？因为我看大家 thread 即嘛咧讨论你讲起即个林奇阳因兜即个代志嘛吼。或者是讲起即个，主要是讲起毋是二二八即个美丽岛事件吼。美丽岛事件发生迄暗吼，迄新闻就大条咧报啊吼，迄已经拢传好，迄暗就是要大报特报啊吼。迄画面足乱咧吼，就是讲迄当阵的新闻报道的方式，绝对和即样无共吼。迄当新闻报道方式其实是较接近北韩吼，北朝鲜迄种报的方式。啊，忽然间来即种，敢若现场，伊是可能毋是现场啦，因为伊是进前一暗，应该是进前一暗发生的啦吼，所以是录影来咧放啊，迄种现场迄种足乱的，就大家嘿叫啊，迄种足暴力的迄种情形吼，所以迄当阵伫
电视新闻看，这是足大条代志吼。大家因为对大家人每一个人是会讲赢去啊，新闻忽然间报上的方式，那切对遮啦。但是我要讲的其实，我拢听人讲的，因为我根本就无看到这新闻，因为我当时已经咧困啦，我8点就可能咧困去啊。所以是阮兜迄当时无电视啦，所以无看到这画面吼。好，所以呢，真心嘛就早吼，拄要困吼。你咱拄则讲袂远尔吼，你拄则就落山尔吼。我伊比我较早，我8点已经天暗去吼，比我较早。之前都甲讲吼，你着祈祷嘿，要困之前要祈祷啦吼，祈祷徒。三顿是较简单祈祷啦吼，一般是可能早暗吼，都较落顿啦吼。之前就甲即个囡仔教吼，你着祈祷呢，你着祈祷嘿吼，嘿。三会金星应公好，这无啥物好解释哈。好来读一段。我看吼，我来3年礼拜哈，来到伫12月16金星3会，迄时人伫做买价来，我咱后壁佮读对了哈，读好了。初二头家16买价来，马文。到伫12月16金星3会，迄时人伫做买价，初二头家16买价。迄个初二是2月初2啦，啊16是12月16啦，所以头家是咱人2月初2，头家，啊尾价是12月16。所以毋是讲逐个月头家买价啦吼，敢若年有头家买价啦吼。对，一年敢若2届头家买价咧，一届啦，年头是头家嘛，啊年尾是买价安尼啦，毋是。但是做价每个月拢有做，毋是？做价，因为拄则我看伊讲做价，迄只是一个算足晚近祭典迄个概念，因为伊就讲是头家是土地公嘿，啊毋过做价讲，因为2月初2是土地公的生日啦，吼，啊是佮每一年头一届做价的日子，是每一年的头一届做价，啊当然土地公拢是。初26甲咧拜土地公的，因为尤其做生意的人拢是一般年假就是初15拜，啊做生意的是初26，啊初26大部分就是拢去拜土地公较济啦，因为算即种信用就是属于安怎讲，一地头管土地管区行嘛。咱来查看卖啊吼，我看伊级别科有收啦吼，就是讲。传统上是指每个月2遍的土地，都是土地神啊，写土地神吼，这是活动，都是拜土地公啦。就是我知影是每一个月拜初二16会拜土地公吼，因为民间认为土地公是地方的财神，会当保庇上家生理兴用，所以有别伫个初1 15拜一般神的，初二16是拜土地公吼，就称做价，所以一个礼拜一个月做2道价啦吼。啊，一般是2月初2，即一年的头一摆嘛，就叫做头家。啊，一年的最后一摆就是12月16，叫做尾价安尼啦吼。所以头家尾价一年是2个啦，一年就是一个尔，一个头家一个尾价。啊，但是做价是逐个月拢2遍啦吼。好 ，OK。好来，玉文。到伫12月16，金星3会，迄时人咧做买价，初二头家16买价。拄则马上讲是对吼，初二是讲2月初2，毋是正月初2，我感觉是正月初2、2月初2，2月初2吼，2月初2，土地公司嘛吼，即工做起点。所以正月初2无算嘛，因为迄当日你过年嘛吼。歹势。第二年就无咧管即个价就无分啦。
过年敢若可比讲鹿港啊，对初1到30啊，2到，逐工拢有活动，逐工拢有一寡，啥物初1早、初2早，啊，着讲鹿港人，你若无度对初讲到2到30，但你上无爱讲到15，因为元宵过了，在较久以前，真正是元宵过了，才真正讲年煞。啊，毋过年煞是对大部分的人，对庙啊是对啥，伊敢甚至对正个贼啊，完啊，各有一寡活动就对啊，所以正个真正是或者啥民俗活动足无用的，啊，袂特别去讲即个嘅，而且我记得阮较早吼，对正个初一拜到正个15，逐工拜。对。啊，当然无一定逐工才青草啦，嘿，逐工拜是有啦，嘿。3年一轮好歹才轮啊，正月无咧轮月啦，无咧逐工过年，所以正月无咧轮月，若拄着该正月轮月时阵，伊敢若着切去12月啊，切去2、5袂记一啦。因为为虾米爱轮月，就是讲迄个日若准讲敢若一个节气啊哦，迄个日若准讲敢若一个节气，着切去头前迄个，搁比讲12月煞是卖正月，结果后一个月竟然敢若一个节气，安尼迄个节气着算12月，所以迄个轮月是用节气去看的。啊，因为每一个日啦，拢是2到或者是30，啊，无法度按算，因为迄可能伊就讲爱看迄个万年历。啊，其实迄个万年历是，我那嘛是古早时代累积个经验去算看讲月球拍地球的迄个时间29天还是30天。啊，反正就是我嘛是足久后壁才发觉到，对吼。敢若自细到大汉，毋捌拄过讲正月有2届，无论正月啊，是一个对，无咧论正月就对啊啦。所以一年通天就是讲你的人生的经验当中，你敢若拄着2月到12月有咧论月，无咧论正月，然后反正迄有落规则是安尼啊，所以正月伫遮就是头个就是2月初2，啊每一个日就是拢有2届个嘛，啊。一年的头一届就是正月初，2月初2，啊上尾届12月初啦，12月16，所以正月无咧管即个。我忽然间想着讲，做月含客君是有啥物无共？客君可能毋是土地公啦，吼，客君是毋知你拜啥神的。客君我的理解是一地方的角头庙，像阮即条巷啊，阮遮就是有一个。迄个啥，算或者啥，新计划的人，吼啊！而且我印象中从出然到大，敢若客君敢若大部分拢伫7月款。我印象中，因为即马就是即种。无，阮有我知影有人是逐个月客君的，毋是敢若7个。土地公客君就是新德化的，可能五行还是安怎？哈，歹势，你搁讲一遍，算啥呢？做月假使是针对土地公，啊，客君假使是五行还是像马文讲的？我看 Google 吼，这个专门来吼讲，台湾民间常见的信仰仪式吼，客君主要是。每一个月初1、15啦，吼，含初2、16无共吼。啊，当然是伊是拜啥伊啊？感谢神明，就是各是寡神啦，吼，一寡大细神啦，毋是干那，毋是土地公吼。好，来咱继续讲，过来是芭比来，着你读。到第12月16。新生3岁，迄时人在做买月，初2头月，初2头月，16买月。是啥年？好，到第12月16，新生3岁，迄时人在做买月。初2头月16买月。来继续哈。迄暝伫厝后有插来偷牵新仔的牛吼，新仔，这是要怎偷袂晓呢？新仔的牛吼，
因伫食尾个酒，煞毋知大家伫花。哦，咱个读到遮，来马文。你妹远伫厝后有贼来偷看是哪个牛？因伫食尾个酒，煞毋知大家伫花。译文。伊妹远伫厝后有贼来偷看是哪个牛？因伫食尾个酒，煞毋知大家伫花。好，来芭比。一暝远伫厝后有贼来偷看生仔的牛，因伫食尾个酒，煞毋知大家伫花。来Sunny。迄暝远伫厝后有贼来偷看生仔的牛，因伫食尾个酒，煞毋知大家伫花。嘿，啊，贼爱读第八条，爱读原音吼。贼。嘿，贼。嘿。好来，真生拄要困吼，志勤甲讲，你着祈祷下。甲读了啦吼。三会真生应讲好，来，马文。真生拄要困，志勤甲讲，你着祈祷下。三会的真生应讲好。来，译文。真生拄要困，志勤甲讲，你着祈祷下。三会的真生应讲好。来，芭比。真生拄要困，志勤甲讲，你着祈祷咧。三会真生应讲好。来，Sunny。真生拄要困，志勤甲讲，你着祈祷下。三会的真生应讲好。好。讲起。你读迄个 HEH 是语尾，伊是语尾词啦，是 LEH。啊，而且写是无片音，啊，3是家己读有片音，嘿甲嘿。啊，当然即种语尾助词，而且无文字意义，也是，就是讲伊无特殊意义的啦。其实。志勤咧讲，你着祈祷 ，OK， 吼，啊，只是你着祈祷就变成命令式，啊，若加一个语尾词，就是敢若阿母啊温柔叫囡仔爱照做，你着祈祷下安尼，啊，所以迄个下其实我的感觉是无真正文字的意义，所以我的理解是，你要有片音无片音，我感觉是拢会使，啊是讲听讲即摆有一寡字啊，因也啥物原因，就是。无片音的会变有片音，啊有片音的伊就转变无片音。反正就是语言是活的，啊语言伫流动的时阵，总是有可能会一寡变化。啊，这个变化我感觉，我个人感觉 ，HEH 你要有片音无片音，在你口语上拢 OK 啦。不过第一搭车伊就是 HEH 无片音嘛咧。啊芭比家读到 LEH， 迄有当作就是。在口语上，当然会讲，迄个读毋对是真正毋对，啊，毋过有当在口语上吼，就是咩讲，就是有当会口语上会走出来，爱走出来是，伊是会有另外别个语境啦，啊，第即搭才是 HEH 啦，啊，所以你着祈祷下。甚至比如讲，你着祈祷呢。
内甲顺。就是讲即个迄种，情感都无共款哦，情感都无共款。即种语母的即个组词吼。你若去现字词典，有时啊根本就无解释讲到底这是做啥物用吼。但是伊的存在嘛是有意义啦，就是讲其实伊伫个语气上吼，一定有某种目的、某种意义嘿。啊，字词典可能无一定现的有啦，啊，但是咱现看嘛，等下再现即个嘿吼。但是伊你着祈祷，甲你着祈祷嘿吼，其实语气上差足多。你着祈祷下有迄种祈使句，就是有迄种希望你爱做呢，拜托你爱做呢，吼。啊，但是迄语气上毋是讲严格命令，是一种甲你要求啊，希望你会当做安尼。啊，甚至有伫遐鼓吹啦，应该是阿母的温柔啊，阿母的温柔。嘿，对，有一鼓吹，有伫遐温柔的讲法安尼嘿。啊，你着祈祷呢，我伫想讲是毋是入语来？嘛是相款即个意思啊吼，我是讲猫，你听起来感觉无共意思。我感觉有后壁有迄个下也是内，有甲无有真差，吼啊下甲内当然伫咧情感上伊嘛有真差。差伫倒？即个下应该是我着讲，或者阿母的温柔讲，你爱做哦。啊，若内有可能是讲。啊！你敢无要做啊？啊！这咱诚热一个人，咱应该拢爱来做呢。啊！你若不爱做，你应该爱做哦。我想你应该会做啦，吼。你记得呢？我感觉是安尼啦。你甲下是迄个幼露的情感的真差，我语感是有真差。啊！我拄一开始讲无，我拄讲无真差是无是意思，伊无伫即个语境的人，伊会感觉听起来拢共款。对于来讲，就是对迄个还无够理解，就是爱祈祷就对。啊，毋过实际上，伫咧运用、伫咧口述，也是咧讲的时阵，确实有真差的。有语尾无语尾，啊语尾是下也是内，我感觉是有真差的。OK， 我是安尼想。我来。拄则想着我哪会讲迄内敢若较顺是？我想起来是因为雷亚有无？雷亚伊定伊的口口，伊定拢会讲话，拢讲一句话后壁拢会啥物内。就是我听惯是甲伊开讲，听惯是伊拢安尼讲，伊会教一个呢，安尼。较实有影，就讲你著较斟酌咧，你著较斟酌咧 ，LEH。嘿。啊，迄是一个算语尾助词，你著较斟酌咧安尼。啊嘿，有当初你若后壁若我听着爸咪念是读做 LEH 啦，吼，迄个 LEH。我袂记得我讲啥，我毋是读黑吗？我就听做 LEH， 嘿，啊不管反正即马就是有可能有三种嘛，就是 NEH， 吼啊文本是 HEH， 啊咱讲可能是 LEH， 大概是安尼。我即马查日典词典吼，即个下字其实伊拢无解释吼。无伊当然有修，但是伊修的意思和咱拄则讲完全无关系吼。啊，我有爱去讲其他的关系吼。我即马去查一个内看有无吼。内无吼，即个完全无吼。咁字典呢？内 NEH。咁字典有修内是轮内迄个内吼。所以完全无共意思。另外一个是力 LEH 吼，你著较勇敢咧吼，即个力。语尾字吼，甘字典有修即个力吼，拄啊够咧吼，伊著安尼写，伊无搁去解释讲即个力字迄个意思，迄个语气上是表达什么意思啦吼，敢若讲是语尾的字尔吼。若大字大字典呢？ LEH， 我看卖完全无吼，完全无修讲即个伊做即个语尾助词的用法是啥物吼，所以这你刚刚嘛会讲内容，讲的时阵，就是伫咧即个字词典吼，你要查即个意思，其实查袂出来吼。
啊，伫语感上，但是语感上有意义，语感上嘛有功用吼。但是语感这能力的时阵吼，当讲起语感这能力就足主观的啊吼，每一个人可能语感拢无共吼，足主观的。啊，平常时你除非讲你着一群朋友，你着含厝的人，或者是讲交通的时阵，恁平常时伫咧用即个的时阵是安怎用法？啊，迄种自然就会变成做你的语感吼。所以有啥物拄则我问马文就是讲，我可能听袂出来，但是马文伊听会出有无共吼。比如讲拄则伊讲的迄，我就真正听袂出来吼。我只要听会差不多啦吼。不管是你是你着记到内，甲你着记到下，我听的是相像意思吼。啊，你着记到内吼，都可能较无共意思吼。你着记到内吼。甚至有时我感觉你着记到内是，你着记到内的难音尔吼。而且这毋是这无标准答案啦吼。我讲这主观就是因为这无标准答案吼。你字词典就查袂出标准答案吼。好来啊，譬如讲内，可能就受到日本人影响的，定来用到内吼。我譬如讲吼，我发现我有一个较早熟悉一个是大人吼，加我可能20岁啦，我毋知影伊的号数吼，伊就会甲即个语文词吼用夹吼，你敢有？你迄敢是真诶夹？伊就会甲即个语尾造出即个根本就是日语内底诶迄种语文词，就直接用啊，而且用啊足煞喙，用啊伊家己，我感觉伊根本就无感受，就讲这是日语来吼。迄个张鲁王教授甲 NEH 啊，伊是当做一个感叹词，就讲表示感叹，或者是地中各地郑重告知。张鲁王教授甲 NEH 讲这是一个，正讲伊就讲表示感叹嘛是地中啦吼。啊那 HEH， 伊只文本咱写出来文本伊无写拼音嘛 HEH。张龙教授是认定讲，这个 HEH 无拼音是甲有拼音的第一个意思和第二个意思是共款。啊，第一个意思是啥？讲惊着是惊吓去甲伊惊着着。啊，第二个是当作动词，伫咧吓的意思。啊，所以宜兰腔是讲吓困，咱西部即代拢讲吓困。啊，所以有可能。文本遮的 HEH， 我感觉是毋是会较歪？我就讲属于感叹词。啊，伊张龙教授，伊即个嘛真奇怪，伊迄个嘿 HEH， 伊的伊顶悬佫竟然出现一个第二条，或者感叹词讲，表示认为无可能或者是不可思议的一个意思。所以有当阵即种语尾词。字词典应该是因为使用者伊无去探查到是安怎毋知影。OK， 歹势，我拄则设一个脑筋吼。OK， 所以咱时间已经到，我即马说跟咱超过时间啦吼。你讲，那么马文你讲的迄个张如虹是讲伊这本 TJ 台语白话小词典吗？还是都有？但是我内底无现着，内底敢若无。HEH 是咧111啊，HEH 是咧374啊。LEH。无 NEH 我是查 NEH 甲 HEH。LEH 我无查，因为 LEH 我。NEH 有，敢有 NEH？ 我拄则嘛有看 NEH。374啊，374啊。正手柄，好，内感叹定中各低吼，感叹定中各低，好，我嘛是，我毋知啦，我感觉是真正是无啥物标准答案吼，即个语感的物件就是安尼。好，来继续看来吼，因为时间到，我紧甲结束。读到倒拄则是读到倒位啊？所以读了嘛，读煞嘛吼，3年嘛读煞吼。对。好，安尼咱拄好读了。好，安尼感谢各位，感谢马文吼。今仔日咱读到遮啊，我看卖啊。好，安尼明仔载。
后明仔载，过夜明仔载啦，再休困吼。咱后日过来新的一礼拜，再开始过来读人家写日记吼。OK， 好，安尼感谢各位我的规帮吼，感谢老卡这位这啥千余信吼，欢迎你吼，有兴趣再和阮斗阵读，规帮感谢。好，感谢，谢谢，拜拜，后摆再见。